又嚟到早餐時候，呢個呢就喺芳村賣10蚊4隻，即係2蚊半一隻嘅粽啦。睇下有幾好，2蚊半究竟食唔食得呢？梗係食得啦，因為我哋唔係第一次食噶啦。呢個呢就係佢裏邊嘅樣咯，鹹蛋黃少量，肥肉少量，樣樣都係恰到好處。蒸嘅方法呢就係用電飯煲30分鐘，就算佢喺急凍攞出嚟呢都冇問題嘅。咁蒸好之後再擺多陣咯，焗一焗佢。如果擺落水嘅話呢就會快啲，但係呢啲味呢就會流失咗嘅，就係咁嘅樣啦。個樣呢賣相就不怎麼好，但係食起身味道非常好。我認為呢佢好食嘅原因有2個，第一佢嘅粽葉夠新鮮夠多，因為呢好多鋪頭啊嗰啲粽葉呢係 recycle 嘅啊，佢呢個呢肯定唔會啦，因為係攞出嚟賣，又或者唔會買人哋用剩嗰啲粽葉嘅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夠多啲粽葉，呢個係成本之一嚟嘅。好食啦，自然有人買，咪有錢賺咯。老細做咗有冇10年啊？我認識芳村中市市場呢，就係聽到阿肥姨粽開始嘅。頭早食隻咁嘅粽幾好㗎。